而家我哋會進行一個祝福練習，為大自然同埋生命送上祝福。大自然唔單止供應我哋食物，仲為我哋遮風擋雨，或者以其他嘅方式貢獻世界。作為人類，我哋亦喺生活中喺唔同嘅崗位上，為社會、世界作出貢獻。除咗一啲實質嘅行動，有時我哋可以有意識地去培養一份善意，透過祝福將呢份善意送俾世界。而家，請你雙腳穩陣咁企喺地下，感受雙腳同地面接觸嘅感覺。如果你覺得合適嘅話，可以合埋雙眼，讓心可以更加聚焦於身體，然後慢慢張開眼睛，去欣賞眼前嘅景物，感受一下呢啲景物無私奉獻嘅精神。如果願意嘅話，可以去回想一個令你心生喜悅，或者令你會心微笑嘅人，將佢放喺心入面，試下為佢送上祝福。祝願你健康，祝願你平安，祝願你遠離痛苦。而家將自己都放喺心入面，將呢份祝福送埋俾自己。祝願我哋健康，祝願我哋平安，祝願我哋遠離痛苦。最後，將呢份祝福擴展開去，包括所有生命，可能包括眼前嘅景物，或者四周圍其他嘅生命，為大家送上祝福。祝願大家健康，祝願大家平安，祝願大家離苦得樂。其實呢一刻喺世界各地，亦都可能有人一齊同時練習緊呢個祝福練習。我哋可以感受一下，呢刻可能喺世界上唔同嘅地方，有人亦同時為我哋送緊一啲祝福，可以容讓自己去領受呢一份善意，然後帶住呢份善意返到生活當中。